大家好，我上集咧同大家介紹過一貫道，果然啦，一啲敏感嘅題目咧，自然咧好多人會留言啦。咁但係最令我詫異，反而唔係數量咯，係質量。所謂高手在民間啊嘛。咁我覺得咧，大家留言咧，其中有啲人咧會用佢自己真係第一身嘅一啲，譬如參與過或者接觸過一貫道嘅嚟分享一啲資料啊。咁我覺得相當之難得啦，因為我自己唔係一貫道啊嘛，咁我自己去揾資料都係從文獻上面睇到。咁如果有朋友可以將佢自己嘅一啲經驗啊經歷咧嚟分享咧，呢個係最難能可貴，亦都最感謝啦。咁其次就係確實係觀眾嘅水平好高。我相信咧，佢哋對宗教嘅認識咧，其實可能高過我好多好多啦。對，所以留言咧真係好珍貴啦，亦都好十分感謝。好啦，咁翻今日嘅題目啦。其實我上次預告過，我今日咧想講嘅咧就係先天道，特別係先天道喺香港嘅發展。我今日講嘅嘢咧，我相信咧，爭議性少啲，冇咁敏感啦。點解咧？先天道喺香港咧，我相信都好正面嘅。咁所以大家聽完我今集嘅介紹，會唔會亦都令到我上一集講嘅一貫道，會對佢亦都有唔同嘅睇法咧？咁就大家自己去睇下啦。好啦，事不宜遲，我哋進入主題啦。不過開始講先天道之前咧，我亦都不妨俾多少少宗教學嘅資訊大家吓，都係留言，因為我見到有留言咧會咁講嘅，即係話佛教啦，特別係會形容呢一類好似一貫道嘅呢一類宗教咧，會叫佢做一個附佛外道咁樣啦吓。宗教應該咁講，學界咧學術嘅名字咧，通常會點叫咧？會叫呢一類型嘅宗教做民間秘密宗教，意思就係話咧，佢係一啲正規宗教，譬如道佛啦吓以外嘅一個異端嚟嘅。咁通常就係呢一類啦，好似民間啲，唔係好正規，亦都可能受到政府打壓嘅。通常一律咧喺學術上咧就會叫佢做民間秘密宗教。分享多一個名詞啦。好啦，真係進入主題啦。上一集咧其實都提過先天道嘅一啲歷史，咁今集再補充下啦。我用之前用其他一啲學者會講先天道咧起源嘅時期就喺呢個順治嘅年間。首先咁講，亦都回應下留言都好。有人咧會話先天道嘅前身係羅教，甚至乎有人會話佢係白蓮教。我相信咧呢啲幾百年前嘅宗教咧，真係會有好多人有唔同嘅觀點，導致會有好多個版本嘅。咁我自己參考嘅學者普遍就唔會用呢個角度嚟講，會認為佢係唔係羅教，唔係白蓮教，即係另外嘅一個宗教咯，另外一個民間宗教咯。反而有啲學者會用佢哋呢幾個宗教嚟比較，譬如喺創立先天道嘅時期咧，其實頭先講嘅羅教啊，或者其他民間宗教啊，反而佢哋仲流行啲咁樣，佢哋會咁樣比較添。不過有人咁講嘅，我知道今日講會咁樣好複雜，我都未進入主題。好啦，又有人咁講嘅就係話，其實咧白蓮教呢個字，因為佢太過盛行啊。其實喺明末或清初啊，佢係一個 general 嘅名詞，好似話你係異端宗教，你係邪教咁樣，佢會已經代表咗呢一個意思喺度，話你見到一個咁嘅民間秘密宗教咧，你都可以叫佢做白蓮教嘅。咁亦都有學者用呢個角度講過，不過今日真係唔好講得咁複雜吓。好啦，翻我頭先講啦。就係話普遍我哋會認為先天道咧，清初開始啦。咁我上次提過咧，有學者咧就會話佢係順治年間。咁我今日又提另外一個角度去講啦。因為咧我哋普遍上咧認為先天道嘅創派祖師
就係黃德輝。咁咧喺一貫道嘅文獻裏邊咧，其中有一部咧叫做《道統寶鑑》，咁會咁樣去介紹黃德輝。佢話佢係咧雍正10年嘅時期嘅出世，咁咧去到康熙年咧先係創立先天道。咁其實佢講佢出世嘅時候咧，就話佢係元始天尊化身啊咁樣啦。跟住咧9歲就遇到神仙，就傳佢金丹大道。咁喺佢40幾歲先開始成立咗呢一個先天道。咁啊，所以可以睇得到咧，其實佢就幾有道教內丹背景啦嚇。好啦。咁咧，其實咧，阿黃德輝咧就係江西人，所以咧，一般佢嗰個活動嗰個範圍咧，即係呢個宗教開始傳播咧，都係江西一帶開始啦，慢慢又去就傳到去四川一帶啦。主要喺呢兩個地方度開始先，尤其是江西啦。嗱，黃德輝佢即係創立先天道，佢唔係話自己係開派開山嘅祖師，好似我上次講過。佢都係真係借佛嘅，真係附佛嘅。佢會話咧，佢係第9祖。咁前面嗰8個係邊個咧？佢用咗佛教禪宗嘅6祖，由達摩開始去到六祖慧能啦。咁啊有6祖啦。跟住咧，佢會話有一個叫白馬祖師啊，2個祖師。咁我上次提過，有人會話係白玉禪，有人話係馬玉添咁樣。但係喺翻另外一個角度講啦嚇，就係2個祖師啦嚇，咁佢冇乜特別嘅文獻去交代邊個有名嘅咁樣，即係一個姓白一個姓馬咁樣啦。去到佢自己黃德輝咧，佢會話佢自己係9祖咯。咁所以佢嗰個背景都真係有一個佛教嘅背景喺度。好啦，咁隨住一路發展啦，咁佢先由嗰個地區啦，咁佢由江西開始盛行咧，開始去到第12祖開始啊，咁其實咧慢慢地咧移咗去湖北一帶。嗱，去到道光年間就去咗四川啦。我頭先我補充一句啦，咁啊去到即係12祖嘅時期咧，就去即係以湖北為中心，為佢嘅傳教中心。嗱，先天道咧其實同好多成熟型嘅宗教、義理型嘅宗教一樣啊，佢哋分工得好明細，包括就好似係天師道都分咗24寺啊嘛，佢都分咗咧10地，即係用10個區嚟管轄。咁亦都將一啲重要嘅人物啊、職位啊，叫用5行或者叫做5老嚟去定嘅喺嗰個時期。嗱，去到呢個時期咧，即係去到頭先講12祖嘅時期咧，其實咧已經叫做第一個時期嘅分裂。咁但係呢個唔係最重要，最重要咧就係我上一集都講到，去到第16祖嘅時候咧，頭先講嘅5行，即係5個宗教領，即係5個領袖人物咧，紛紛都去世啦。咁咧再訂立嗰一個叫三花，即係3個，所以16祖有3個叫做即係掌門啦嚇，即係16祖啦嚇，3個16祖，咁啊叫做三花。喺呢個時期咧，正式地咧令到先天道有一個分裂咗先天道嘅自己嘅本體啦。咁同埋我上次講過嘅一貫道，亦都有一個分支，就今日都會提到嘅同善社。嗱，同埋佢哋嗰陣時會有一個叫圓明聖道啦，分裂咗好多個道，同埋分裂咗先天道自己本身裏邊嘅唔同堂，咁啊三花堂啊、乜乜堂啊咁樣啦，都幾複雜啦，咁啊唔好講啦。好啦，嗱，當第9祖即係創呢個派嘅祖師黃德輝咧，其實咧我頭先提過咧，有分10地，即係有喺個即係有分區域去管治啊。之外咧，佢都係有一啲我哋而家所謂嘅一啲成熟型或者義理型宗教嘅一啲特質，就係有經典嘅。其實有啲人話佢胡亂地抄佛經道經，其實唔係㗎。當然佢創嘅經典都係有佛道嘅背景啊嚇。嗱，黃德輝自己創立咗一部經咧，呢部經即係通常咧而家會叫佢做九蓮經啊，咁啊，但係全名都幾長㗎，你睇一睇先，叫做黃極金丹九蓮正信歸真還香寶卷。嗱，逢係先天道嘅經典咧，有個特色嘅，叫做乜乜寶卷乜乜寶卷嘅，咁嗰啲如果你見到咧，可能都係先天道嘅背景。咁咧，咁我
歷史上咧，我唔補充咁多，反而咧今日咧，我即係因為佢已經係一個分裂啦嚟到，咁反而我想咧從佢嘅經典度講下佢嗰個呢一個先天道嗰個核心嗰個信仰。點解提到還鄉呢個字咧？就係喺佢呢一個九年經裏邊嘅第一章咧，係交代緊一個，即係好似我之前講道都話，道任何一個宗教都好，佢一定有一個創世觀。咁佢嗰個創世觀係點咧？就係話，佢話咧就係喺一個，即係呢個點解叫九年經？就係一個叫即係開咗個，即係所有啲即係嗰啲神仙啊、古佛啊咁啊，全部乜乜教主啊，即係最古舊嘅神仙咧，開咗一次叫做九年盛會嘅。咁於是乎裏邊咧，即係世尊咧，釋迦牟尼啦，相信係就喺度講翻呢一個創世嘅故事出嚟。佢就係話呢個宗教係點嘅？其實佢嗰個背列嗰個信念就係話，佢話咧，即係嗰啲即係當時最古嘅佛啦嚇，即或者古嘅神咧，就創造咗9億6千個嘅佛啊神佛出嚟。咁咧佢經歷咗3次嘅劫啊，所以咧。即係佢都係有少少，即係攞到佛道嗰種，即係開劫度人嗰種思想喺裏邊，即係都係一種而家係末劫啦嗰種意思思想喺度。我陣間講，就係佢話咧喺佢上古同中古嘅頭嗰2次劫裏邊咧，其實咧佢哋啲先佛咧只係度咗4億幾人啫。咁於是乎咧，剩翻成即係佢頭先講有成，即係咪提到我講啦？佢通常總共有96億個，即係創造咗最遠古嘅佛咧，創造咗96億個先佛出嚟啦。2個劫只係度咗4億幾嘅，咁於是乎剩翻個90幾億、92億嘅先聖咧、先佛咧，就喺我哋而家呢個塵世裏邊等緊要去度啦。咁咧，即係話其實我哋作為呢92億嘅裏邊其中之一咧，本身我哋都係神仙嚟嘅，本身我哋都係先佛嚟嘅。咁於是乎先天道嘅嗰種核心思想係咩咧？就係因為我哋墮入凡間，我哋有咗7情6欲，所以我哋要淪為後天，而我哋要喺嗰個末劫咧，即係最後一次劫、最後一次機會啦，到之前我哋要開悟，我哋要成仙，我哋要翻去先天。所以咧，先天道其實就係一種先天大道，就係用佢自己要遵行佢嘅教義嚟開導翻我哋呢個世界呢個92億嘅未得道嘅人去成仙得道。咁啊，就係所以叫做先天道啦。咁當然啦，佢嗰種方法其實都唔係好難㗎，好簡單。我哋後邊都提到，首先就係即係齋戒咯。即係守獨身咯，咁呢個就係佢本身，即係我上次都提過，一貫道又好，先天道又好，點解會叫做齋教咧？就係佢就想透過呢樣嘢，當然仲有誦經啊、行善啊咁樣啦，呢個後邊再交代啦。好啦，咁大概佢嘅意思就係咁樣啦。咁我哋呢92億嘅咧，咁仲有個名字都幾得意嘅，我哋叫做失鄉兒女，即係我哋失去我哋故鄉，我哋翻唔到我哋嘅故鄉，即係先天大道。咁所以頭先我講嗰個還鄉寶卷，點解叫還鄉咧？就係透過即係信仰先天道嚟翻去，咁啊，即係我哋先天啊成仙得道啦。嗱，所以咧佢哋即係咁強調咧，要食齋啊咁樣啦，因為佢覺得。其中一點啦，喺個經裏面都有提，佢話飲食都要分清濁。我哋成日話天清地濁啊嘛，清嘅氣係上升，濁嘅會下沉。我哋要上升翻去咧，首先我哋要潔淨自己，所以飲食裏邊我哋都要去守齋，令到自己可以潔淨嘅。咁呢個就係佢好核心嘅一種思想咯。好啦，咁啊。其實先天道咧就要講咧就講唔完啦，我相信。咁我亦都唔係呢方面嘅專家啦，再次強調。咁我講咗我今集咧，我其實最想同大家分享嘅就係先天道喺香港嘅發展，同埋點解我上一次提到，我會話先天道對香港嘅道教發展嘅影響係咁大咧。咁我今日反而個重點想放喺香港嗰度。嗱，去到即係咸豐啦，差唔多清末啦，咸豐10年嘅時期咧。嗱，我頭先提到咧，先天道嗰個發展咧，其實主要由江西開始，跟住去到四川一帶，再以湖北為中心。咁
咁即係話咧，去到咸豐時期咧，其實湖北係依然係嗰個先天道嗰個中心。咁咧裏邊咧有出現咗一個商人，呢個商人係做紙嘅，即係佢啊叫做陳福始。陳福始咧，佢除咗賣紙之外，佢賣紙筆嘅。咁我都即係從文獻裏邊睇到佢話佢用透過賣紙筆嚟傳教，咁我都覺得好特別啦。我就諗唔到實際上點樣傳啦？係咪你賣紙紙筆嘅時候，佢就寫一啲佢哋先天道嘅一啲經典俾你再去同你傳教咧咁啦？唔知啦。好啦，就係因為呢一個陳福始咧，將先天道帶咗去廣東，咁啊喺清遠裏邊咧就成立咗第一個嘅廣東嘅一個先天道嘅道院，呢個咧就叫做床下洞，但係仲未係香港嗰個床下精舍啊嚇。嗱，咁陳福始咧去到清遠咧就教導咗一個徒弟啦，呢個就對我哋香港嘅即係或者廣東嘅先天道發展好重要，就叫做林法善。咁咧嗱，其實應該咁講，係去陳福始去到清遠就度化林法善，咁啊林法善再創立呢個床下洞嘅，咁咧就係時期咧大概係同治10年啦。好啦，咁去翻我哋而家近代啲咧，喺我哋即係1910年代咧，其實我哋香港最早嘅先天道道院咧就未係床下精舍，就反而係小霞仙院。小霞仙院咧，其實同頭先講嘅床下洞都有一種定嘅關係嘅，就因為床下洞已經去到清遠開始講傳播啦，開始有好多即係信徒啊，好多弟子啦。然之後佢再嚟香港咧，就成立咗香港嘅第一間先天道道院，就係叫小霞仙院，同埋叫做覺聖堂。嗱，呢個就好有歷史啦，而家都應該未必揾得到啦。我哋反而去到20年代，香港就有一個更加出名嘅先天道道院，呢個就係我哋頭先講嘅床下精舍。床下精舍創立嘅人咧，其實咧就係頭先提過嘅林法善。林法善咧收咗8個好勁、好出名嘅弟子。於是乎，呢8個弟子咧就成立咗叫做八賢堂。咁八賢堂裏邊，其中咧即係有8個字啦，其中嘅禮字咧，即係禮賢堂咧，就係影響我哋香港先天道脈嘅最主要核心啦。咁咧呢一個即係林法善嘅弟子咧，就嚟香港創立咗床下精舍啦。咁床下精舍而家都仲有喺粉嶺嘅，咁啊應該唔開放噶啦。嗱，繼續。歷史發展去到30、40年代咧，開始有一啲道堂名咧，大家都應該都聽過或者去過啦。其中賓霞洞同埋隆慶堂，好多乜嘢慶嗰啲咧，都係同一條脈嘅。嗱，首先講賓霞洞咧，其實而家都係應該裏邊嘅人會唔多啦，但依然喺度啦。我都唔識講喺邊啊，即係但係咧，我成日去打齋噶嘛，如果我去鑽石山打齋咧，即係殯儀館咧，我喺樓下都搭車都經過噶啦。先講隆慶堂，隆慶堂規模更加大，咁啊喺應該叫深水埗附近啦嚇。咁一棟唐樓，你見到佢都古色古香咁，嗰棟就隆慶堂。隆慶堂咧，除咗而家都仲係好興盛嘅一個先天道堂之外咧，佢仲有一個對香港道教發展好大影響嘅一點，就係乜嘢咧？就喺2戰期間，即係香港淪陷期間咧，佢去派粥派米去賑災啊！咁呢一個令到佢係隆慶堂係香港第一個註冊嘅慈善團體。呢一個咧，亦都導致到我哋而家睇到所有嘅香港道壇，基本上都係以慈善團體嘅牌照同埋模式去經營。隆慶堂係呢個先驅嚟嘅，所以點解我話呢個先天道對香港影響咁大咧？呢個已經係其中一點啦。佢係開始我最後會提到嘅，不過我先講講，其實咧本身先天道咧，你見到佢選址，譬如選粉嶺啊，或者一啲未開發嘅地區，佢本身係一種想揾一個地方清修自己耕田嗰種。
咁去到呢個淪陷時期咧，其實係一個轉變。佢哋覺得除咗我自己要匿埋去清修之外咧，仲要開始去行善、去普施、去濟一啲賑災、幫助有需要幫助嘅人。咁呢個係一個先驅，所以影響香港好大咯。好啦，嗱咁30-40年代仲有啲乜嘢好特別嘅嘢咧？就係有沙田嘅先天道安老院啦。咁呢個今日都唔特別提啦。咁總之咧，呢一個係一個好重要嘅開始。嗱，咁去到50年代咧，50年代咧就對先天道嚟講唔係一件好事。點解咧？我上次提到一個字叫做反動會道門。咁大家知道新中國成立就係1949年啦。咁其實佢唔係將先天道打造邪教，反而咧因為配合翻當時一啲你可能去配合啲反革命嘅思想啊嗰類咧，佢會創立咗一個新嘅詞彙叫做會道門，乜乜會、乜乜道、乜乜門，譬如先天道咁啦，或者一貫道咁樣啦。咁呢啲咧全部打為一啲迷信啊、影響社會啊，或者甚至乎反革命啊呢類咁嘅組織。咁以呢一個名目咧，除咗喺當時可以喺個法律上邊去即係整治之外咧，仲可以喺一個即係文化宣傳啊，喺度咧可以將呢批人咧即係定性。咁啊呢個即係作為我上次講嘅一個補充啦。嗱，喺50年代咧，除咗即係有呢個會道門嘅即係反動會道門嘅呢啲法，即係呢個名稱出現之外咧，喺廣東1953年喺廣州有一個法案，呢個法案又係好長嘅，等我睇下叫咩名先，叫做反動會道門首登記和道途退道辦法嘅一個法案出咗嚟。呢個法案導致乜嘢咧？導致當時廣東省嘅先天道又好，一貫道又好，即及其分支啦，全部有4萬幾人要去退會，即係退咗呢個道派，然後令到佢哋呢批人好多都流散晒，有啲係去咗香港啦，有啲去台灣啦，去新加坡啦，其他東南亞地方啦，泰國啦咁啦。嗱，基本上嗰個時期咧，喺成個廣東已經冇晒先天道嘅成員啦，咁啦，有啲即係已經嚟香港。嗱，咁所以咧，我上次提過一句就係話，由50年、60年代呢個時期咧，係香港先天道發展嘅最高峰時期。嗱，因為好多人會咁樣，因為啲法案而湧嚟香港，開始開辦道堂。其中一個就係我頭先有提過嘅先天道分支同善社。同善社裏邊咧，即係喺個廣東嘅香港同即係嚟咗香港之後咧，創立咗一個叫香港同叫香港先天道咧，後期改咗叫做同善社啦。嚟咗香港就改翻叫同善社啦。等我再組織下先。應該咁講，我更正，佢係即係呢一個嚟到香港之後，佢本身叫做香港同善社。後期咧就改咗叫做先覺寺，咁喺裏邊咧，其中一個領袖級嘅人物咧，呢個好出名，大家聽過。呢一個係一個米商啦，或者一個經營糧食嘅商人，叫做趙律修。咁我哋聽過趙律修咧，就未必因為佢做過一啲糧食生意，反而係佢係一個教育家嚟嘅。佢喺香港辦學咧，開過好多學校。咁我哋成日都聽到趙律修呢個名噶啦。趙律修其實本身就係同善社嘅成員啦，即甚至乎一個高級嘅一個，我唔知佢哋嗰個職位點樣叫啦。佢喺香港成立咗一個而家大家都會認識嘅道堂，就係圓玄學院啦。咁所以圓玄學院咧本身係一個先天道嘅一個即係一個道堂嘅分支啦。咁好啦，咁圓玄學院咧。我記得留言咧都有人咧提過，即係佢裏邊都從佢咧，即係叫嗰個即係彌勒佛係有個特別嘅聖號，咁你睇得到佢係先天道嗰條支脈咯。咁但係圓玄學院咧，佢因為後期咧喺嗰個科儀方面做好多功夫，即係請咗人嚟教佛教嘅科儀啦，特別係道教嘅科儀咧，請咗我哋之前都提過。請咗鄧九兒一個我哋經懺裏邊嘅一個非常之出名嘅人。
咁咧令到咧玄學院越嚟越偏向道教嗰個方向發展。喺呢個我後邊再補充啦。咁咧提多一樣嘢咧就係即係呢個玄學院嘅同時間，除咗即係玄學院本身咧，仲有一個叫做至和壇啦，而家香港都仲有嘅。咁但我想提到特別一點咧，佢哋開始提一個新嘅名詞出嚟，叫做內功外果啊，即係話唔係先天道或者同善社，唔係淨係自己匿埋去清修嘅一個宗教，佢仲要做外果，即係對外仲要行善嘅，要幫到人嘅，呢個係其一嘅變化啦。第二咧就係佢會開始一種咧唔係出家可以在家嘅一種信仰，即係話喺玄學院裏邊嘅弟子，佢唔需要遵守翻以前先天道嘅嗰種，譬如獨身啦同埋齋戒嘅。咁呢個亦都係由呢個即係玄學院呢個時期度開始有呢個變化咯。好啦，應該要講嘅歷史都差唔多啦。再近期嘅歷史就係而家大家每日都接觸到噶啦。嗱，最後地咧，我都好似上一集咁，我都再去補充下一個即係先天道或者同善社啦。佢嗰個特色其實都已經講過，不過再補充下。嗱，首先咧，好似我頭先咁講，第一，佢係着重清修嘅一個宗教，即係佢本身唔係話要點樣弘道，要點樣去做善業、做儀式點樣。佢其實最開始就係想與世無爭，所以佢點解叫做乜乜洞啊、乜乜精舍，即係佢就係想揾一個好偏僻嘅地方，然之後只係自己自供自給、自己耕田咁樣，本身就係咁樣啦。咁啊，即係所謂養靜啦，咁呢個係佢本身好有嗰種特色。咁第二樣嘢咧，呢個必須要提嘅，就係所謂齋姑，佢自己叫做齋教啊，咁有啲齋公，有啲齋姑。咁點解特別要提齋姑咧？因為香港咧必然聽過咧，有一啲人叫做自梳女或者叫做馬姐，咁係個職業啦，馬姐。其實係乜嘢咧？就係咧，我覺得呢一個題目咧，即係我相信好多學者研究過，一個好大嘅 topic， 即係我覺得係一個女權運動嚟嘅。其實就係因為咧，其實喺呢個即係90年代啦，即係啲珠江三角洲嘅輕工業好盛行啊，好多紗廠啊、紡織廠啊，好多女士咧，婦女又好，女士又好咧，唔需要去。即係好似以前封建思想咁啊，靠住男人去，佢自己有佢自己嘅經濟能力，咁佢可以唔需要依附男士啦，可以自己出嚟打工啦。咁於是乎咧，出現咗好多呢啲決定我自己揾自己食嘅自梳女，我唔嫁啦，或者我離開家庭啦。咁咧即係好多人南遷嚟到廣東去做啲工廠啊呢啲啦，咁就有咗啲自梳女啦。咁去到呢啲輕工業式微之後咧，呢一批人咧又去咗做家庭傭工，即係好似而家我哋請啲外籍傭工嚟做屋企家務咁樣，嗰啲咧就係馬姐。咁以前嗰啲香港有錢人成日都會請個馬姐噶嘛。咁呢一批人咧，其實佢就係決定咗梳起唔嫁。咁佢哋有但係人係咁啊嘛。咁你冇老公冇子女，最擔心係老咗點算咧？咁於是乎咧，冇信仰嘅就會開始儲錢，揾幾個一齊夾錢買間姑婆屋喺嗰度養老啊。咁如果係有信仰嘅，佢哋就會去先天道嘅呢一啲齋堂度，即係俾一筆錢，然之後咧退休啦、老啦，就去呢啲齋堂裏邊度生活咯。咁好多時候咧，先天道嘅道堂咧，佢會拜觀音啦，因為有佛教背景啦。其次就我上次提到嘅，即係無生老母啦。咁呢啲比較陰性啲，即係女嘅神咧，更加配合到一啲齋姑嘅自己嘅信仰咯。咁我上次都提過介紹過無生老母啦。咁當然亦都係有人留言話唔係西王母咁，又係唔同學者有唔同嘅解釋啦。咁咧其實咧喺我頭先講由創派嘅即係黃德輝嘅《九年經》裏邊咧。佢點解會提到有即係無生老母咧？就係話頭先講過有3個劫啊，而家我哋係末劫，咁
咁無生老母就應劫而生嘅，即係喺我哋呢個末劫裏邊咧，嗱本身可能前幾個劫啦嚇，即係前兩個劫咧，就係由彌勒佛嚟去度人嘅。咁由於去到末劫，因為呢個劫而誕生一個神明，就係無生老母咯。咁所以呢個又係一種講法啦嚇，當然就好多種講法。咁所以咧，即係呢個齋姑呢個信仰咧，其實咧即係係一個即係女權嘅一個即係一個崛起嚟嘅。咁啊有幾有趣嘅題目啦。咁我自己都係嗰句啦，我就唔係好認識呢方面嘅嘢，因為我記得我一集 YouTube 我講過，我讀大學嘅時間，我係唔小心收咗呢一科係關於呢個 feminism， 即係呢個女權嘅，我覺得好頭痛啊，好難，好啦，唔好講呢啲啦，好啦，咁啊第三點啦，即係歸納幾點啦。第三點咧，其實都唔特別講啦，就係先天道都係以扶乩為佢信仰啦，同我哋香港好多道壇啦。咁啊，扶乩就係喺沙盤上面問，即係攞字向問先聖，攞一啲聖訓啦，或者攞一啲經典咧，都透過扶乩嚟攞啦。咁啊，呢個日後有機會再補充啦。好啦，咁咧同埋最後一點咧，就係我頭先提到50年代嗰個例子，就係咧先天道咧，其實佢係越嚟越偏向於道教，越嚟越趨向道教發展，越嚟越接近，好似玄學院為例。嗱，先天道咧，我點解講佢對香港嘅影響咁大咧？喺40年代前，其實喺香港註冊嘅道堂，大家都估唔到有幾多係先天道。其實有70%係先天道㗎，其他個30%先係我哋嗰啲其他全真啊、嗰啲正一啊咁，其他嗰啲道派。但係去到即係千禧年咧、2000年咧，其實咧已經逆轉咗啦，已經咧得返30%啊，即係30%嘅註冊道堂係先天道咯。咁可想而知，佢係越嚟越即係你難聽啲講，你可以當係式微啦，或者佢嘅部分係冇咗啦，部分係轉型咗變咗道教。咁當中啊好大嘅原因當然係會道門啦，反動會道門係一個影響啦。第二個影響就始終係佢哋自己內部嘅一個轉變咯。譬如佢會覺得科儀嘅重要啦，即係或者我哋全真派嘅科儀興盛，咁啊吸納咗，咁啊慢慢轉去道教又有啦。或者佢一種由隱世轉向想去做多啲，即係好似外果行善啊、傳教啊。咁亦都導致佢嗰個宗教慢慢偏向嗱，其實佢唔係一個轉變嘅。如果咁講，本身咧佢吸納嘅信仰好多，佢本身有類祖信仰喺度，所以亦都同全真教我哋嘅類祖信仰其實係同一脈啦。其實大家都拜類祖，所以更加會導致咁樣有呢個轉變咯。咁啊係啦，咁啊所以大概嘅特色係咁樣啦。咁相信如果大家有其他資料都可以補充啦，或者懶我就唔習慣回覆嘅。但係我一留言我就睇嘅，咁我覺得真係好犀利啦，大家好叻啦！我哋呢啲自以為自己讀過下宗教嘅人都分鐘係要向大家學習嘅。其實好啦，今日就講住咁多啦，咁啊好啦，就好夜啦而家，多謝各位。